这个女人明明是我妃子，和我爱妃亲热，没什么不对吧？干嘛呀？小公公，你信不信我把你打成国公公？你敢辱骂欧大朕？你是朕的爱妃，朕跟你上床是天经地义的人伦，这怎么了？谁是你爱妃？谁是你爱妃？狗皇帝，狗皇帝！我告诉你啊，也就我娶了你，要不然哪个男人会看上你这种母大虫啊？我告诉你，以后我们国家会有1000个光棍，100个男人排着队来娶我，我也轮不到你。那你快等着吧，等100个男人来娶你吧。你以为我真的对你感兴趣啊？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你放屁！你放屁！你睁眼睛说瞎话！我怎么没有了？我怎么没有了？好香啊！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会洗衣服做饭了。这有何难？学呀！小公狗，学得挺快啊。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？蠢女人，这又不是什么高难度技术活，快吃吧。太好吃了！我做的肯定比你做的好吃吧？
可不嘛，比我做的好吃多了。但以后做饭这活儿就交给你啦。你都会用洗衣机啦？这有何难？2、3下就学会了。哇，变聪明了！我是谁啊？我从小被立为太子，10岁登基，95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。这天高不够你这只鸟飞，这地阔不够你这匹马跑，我这浅水区也容不下你这只大龙王啊！赶紧在我眼前消失吧！哎，蠢女人，给我找个工作吧。选工作了？想挣钱啊？没问题啊。你有学历吗？学历是什么？学历呢，就是你学习的一个证明，比如说大专、大本、研究生、博士。在我们这个社会，工作必须得有学历。这算什么呀？从我出生以来，都是全国最有学问的人来教我。啊，你们这儿应该叫做精英，全国所有的精英都来教我。我从小就受到超级教育，而且看书啊，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理解力超强。你说你从小读书好，悟性高，自认为非常非常的聪明，可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，差得太远了。啊，我原来还在担心你能不能适应这个社会，看来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啊。不出3个月，你肯定会对这个社会完全的熟悉，你的聪明才智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。当我瞎操心了。你担心我，那就对了，因为你是我老婆。不要脸！刷碗去。饭是我做的，还要我刷碗？你是皇上啊，你是精英啊，这刷碗不太容易了吗？咱俩分工不一样，我搞创作，你刷碗。谢谢皇上。进。谢谢。我也想学电脑。你学电脑干嘛呀？你已经有一个神一样的脑子了。要是古代就有电脑就好了，我只要给我的大臣部门发一个邮件就可以了，或者直接跟他们语音，然后部署计划。行，我一会儿呢就给你申请个 QQ 号，这样你就能跟你的大臣们聊天了。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别生气啊。你快出去吧，别妨碍我工作了，我还得赚钱养活自己呢。在你们这个时代，女人都能养活自己，那男人干什么？大多数女人是这样的，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公，就可以在家当全职太太或者是阔太太。但是现在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说呢，大多数的男人现在都养不起老婆和孩子，所以就需要夫妻共同的收入来养家。一般男人呢，挣了钱就要交给老婆的，让老婆统一安排。男人赚了钱要交给老婆？那女人干的工作是和男人一样的吗？好多女人都是男人的上司呢，没什么可稀奇的。中央有一些领导，就相当于你们那个时代的副宰相、6部尚书，还有各省的一些女的省长和副省长，
就相当于你们那个时代的封疆大使之类的。这都是什么时代啊？阴阳颠倒，社会岂不秩序紊乱了？现在这叫男女平等。我们这个时代比你们那个时代强多了。男为天，女为地，怎么可能平等啊？真是世风日下呀！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只要是不偷不抢，用什么方式挣钱都不丢人。你挣了女人的钱，女人又挣了男人的钱，哎，就一回事儿。对了，我应该给你好好安排一下你的人生计划。你一个小女子，怎么给我安排我的人生计划呀？摆什么皇帝的臭架子？你都已经落后1000多年了，山炮，你懂什么呀？难不成你还指望我来养你啊？你要不早点自力更生，我就赶你出门。要不是看在你是古代人的份上，我早就甩掉你这个大包袱了。你以为你是什么呀？穿一身白就以为自己是白马王子啊？切！你不看看你的姿色，笑什么笑？耶！慢点儿。没事吧？什么破车啊！把稳啊！使劲儿！哎呀！坐稳了。哎，骑自行车那个人，好像是之前我撞的那个人。是他啊？啊，好奇怪啊！怎么了？我总觉得你们俩有点像。这，你们认识？哎呀，不是，就是那天去拍摄现场闹的那个神经病。这么巧？哎，等一下。妙芝，皇后，你为什么总叫我妙芝？你跟她长得一模一样。我叫芬妮，是个演员。啊，我知道，我这2天天天在电视上都看到你，而且你的戏都一连重播好几遍。我是你的粉丝，你是我的皇后。我只是在戏里演皇后而已，不是什么你的皇后。你这粉丝也太可笑了吧！哦，对了，我们戏里啊缺一个替身，我看你挺合适的。替身是什么工作？替身就是在演员不方便演的时候，你来替他完成。哦，那方便留个电话？8653572133。572-133。对，狗改不了吃屎。哼。好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欢。李欢。好，那打电话。好，拜拜。芳芳。
芳芳，芳芳，又见到你的皇后了，色眯眯的老毛病又犯了。你的老毛病才犯了呢，又吃醋了吧？你才吃醋呢，你全家都吃醋。哎，我找到工作了，什么工作啊？当演员，芬妮给我找的。你还当演员呢？那可恭喜你了，天天可以看到你的皇后了。哎呀，说不定你演戏能演成大明星呢。哎，这不就是乐视新推出的4K 的电视？好清楚啊！哦，我又找到当皇帝的感觉了，受万人敬仰。哎，芳芳，明星这个工作太适合我了，简直是如鱼得水，太好了。哎，当明星除了受人敬仰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好处啊？啊，挣钱挣得多。哦，你像有一些一线的明星，一集电视剧100万，30集就是3000万，可挣钱了。哦，原来当明星这么赚钱啊！我觉得以你的姿色，肯定能成大明星的。走，回家我给你2贴美白保湿嫩肤面膜，给你敷一敷。哦，走。先生，您请。没问题啊，可以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就按你说的，这边下部戏啊，我们就拍这个。你呢，还是来演女1号。我觉得肯定会火的。艾导演，好，这是我给咱们剧组找的替身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叫李欢。芬妮呀，你找谁不好啊？非得找个神经病来演戏？我不是神经病。哎，好了，既然来了，就坐下一起玩吧，啊！来，好，来吧。如此忤逆泼妇，不如即刻处死。3D，你看，他又犯病了。哎呀，翻滚吧，牛宝宝！难怪芬妮说你长得帅，真的是的的确确、千真万确，你就是帅啊！啊，行了，既然你叫我弟，那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了。兄弟，对了，我还有个哥，不过呢，我跟他一点也不像，反倒是你，我觉得越看越亲切呀。你还有个哥哥？啊，对啊，他呀，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天才，学术界的大咖，天下的女孩没有不为他疯狂的。我跟他不同，不过呢，我真的觉得越看你越亲切。你该不会是老爸的私生子吧？哎，你是不是有一个特漂亮的明星妈呀？都没有。行了，导演，来，哦，老板，看看怎么样？身材还算不错，这身手嘛，之前我们也见过了。对了，你今年多大？我1250岁。你看，还说不是神经病。哎，我哥这叫幽默，看我哥这样，也就25啊。来，来大哥，来咱们一起喝一个。庆祝你们兄弟团聚，我们干一杯吧！好，来，好喝，干杯！干杯！皇上用剑刺向了和尚的胸口，女孩似乎听到了和尚骨肉分裂的声音。
喂，小峰，你在家吗？我马上去找你。我们走吧。小峰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忙着挣钱啊。你一个女孩子，那么拼命挣钱干嘛？据说我们国家以后会有6000万个光棍儿，为了社会不至于动荡，至少每个女人要娶10个以上的老公呢。所以啊，我要从自己做起，努力挣钱，辛苦就辛苦一点呗，以后可以娶100个老公，牺牲我一个，还有后来人，为了创造和谐社会嘛。你还真是深谋远虑，忧国忧民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太应该了。对了，你哥哥怎么样了？他挺好的，找着工作了。哦，小峰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我啊，从小到大一直在做一个噩梦。什么噩梦啊？我梦到有一个人一直在追杀我，他长得和你哥哥特别像。不会吧？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更奇怪的是，他杀了我之后，有一个女子一直抱着我嚎啕哭泣。那个女子长什么样啊？我看不清，我一直都看不清她的样子。真遗憾。算了，不说了。也许只是一场离奇的梦而已。我们走吧。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，已不复存在。我们下去看看吧。是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叶佳，你是圣诞老人吗？算是吧。要是能再找一双袜子，那就更像了。过来一下。小峰，你喜欢什么花？我喜欢。先生，给女朋友买束花吧。这样吧，帮我把这束花包起来吧。好的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小峰，我把这个送给你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适合你的。谢谢。
峰峰，看我给你买什么了？这么早就睡了？小峰，要不然我帮你拿着吧。不要，自己拿着才有幸福感。小峰，那你就回去吧。晚安。晚安，早点休息。干嘛呢？蹲坑呢？你拿着什么呀？什么破东西啊！你穿这么漂亮，干嘛去了？好看吧？相亲去了，美吗？男朋友送的。你去见别的男人了？还穿这么漂亮？怎么啦？你能见皇后，我就不能相亲啊？不可理喻！啊！你也帮我拿着点儿啊！我脚都起泡了。啊！哇，好美的花啊！你可真土豪，买这么贵的花啊！哎呦，败家老爷们儿，够买1年白菜的了。这钱交给你。这么多钱，抢的啊？你才抢呢！那哪来的？我今天签了个合同，5000块钱，人家给的定金。不可能，临时演员根本就挣不了多少钱。你不会是被皇后给办了吧？我要是真给皇后办了，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？那我现在就去找她叉叉哦哦，你是不是特别得意？哼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货，发情狗，不要脸。我不会拿自己的肉体跟灵魂去取悦任何人，我是个男人，怎么会跟猪肉一样放在菜板上去卖呢？在这个古怪的世道里，你都能生存下去，我怎么还能饿死啊？我就不信了，你等着瞧吧。给，我不要你的脏钱。蠢女人，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这是我签的合同，
白纸黑字，上面还有我的画押。哎呦喂，你还真当演员了？哼，哪个导演这么不开眼用你了？自古以来都是男人养家糊口，你不也说了吗？男人赚的钱要交给老婆管。哎，我可不是你老婆，你可要搞清楚了。皇宫里那个身体是冯昭仪的，我是冯峰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别毁坏我名誉啊！就算你什么也不是，我在这吃住，就当是交饭钱了。那你都有钱了，就搬出去住呗。我早就想搬出去了，你以为我喜欢住在这个破地方啊？会搬就好，会搬就好。你这个狠女人，把我卖到青楼，又害我生病，在我病还没好的时候，就赶我走。我就算不是你什么人，至少算个熟人吧。无情无义的女人。说的也是啊，要不然你在我这儿再挤几天，等你什么时候能完全养活自己了，再搬出去。那这样吧，这个钱咱俩一人一半，男人身上得有点钱。不过你以后可别买这么贵的花了，太浪费了。以后我做什么事情，我自己决定，用不着你这个蠢女人在这指手画脚的。喂，哎，你猜我今天见着谁了？谁啊？三弟。三王爷？牛宝宝？这什么傻话啊？这不是什么傻话，是真的。他是芬妮的男朋友。不是，你见皇后就见皇后呗，你编什么三王爷四王爷的？那明天是不是太子也来了，太后也来了，你三宫六院都来了，皇宫都快被搬过来了。信不信由你。小公狗，懒得理你，睡觉去。我说的话你不信，觉去。但我的心是真的。假象。早不送晚不送，偏偏这个时候送。你是送给皇后没送出去才送给我的吧？二手货我才不要呢。假象大法，越练越假。假象大法，越练越假。夏夜，你真的回来了吗？这么漂亮的花你不要，偏要那破花。那花是谁送的？赶紧准备啊！快点，快点！李欢，导演说紧张啊？我今天演皇帝。没事的，第一次都这样啊。哎，叶波来了，等一下啊。亲爱的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怎么，想我了？妙芝，你明明是我的皇后，怎么会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？妙芝，你是谁？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皇后？为什么一到现代，一切都变了？今天本少爷给你当助理，怎么样？什么？李欢，
你现在演皇帝啊，要和他们很多人呢对决。导演，什么是对决？对决就是打架，你呢要展现出自己英雄的气概。来，给我被砍无数刀不死的那种。穿好了啊！拿去，穿好服装准备，一会儿就拍了。好，导演等会儿啊，我不拍了。哎，马上。哎呀，不会砍死你的，快点，他们也不会真砍，演戏嘛，点到而已，明白吗？赶紧。明白了。好，服装呢？给他换服装，开始拍。导演，这个破烂衣服也叫龙袍啊？当然是龙袍了，你没看见上面绣着龙吗？绣着龙就是龙袍啊！啊，这是哪个朝代的？秦朝的龙袍是黑色，待会儿汉朝的则是黄色，北魏呢则是红棕色。旋转的镜头，而且上朝跟平时穿的都不一样，春夏秋冬也各有不同啊！哎，你给老子上课呢！拍电视剧用那么较真吗？朕的龙袍，上面可是有1万颗东海珍珠，丝绸局纯手工2年打造，极品绡丝，3两金线，价值2万两白银。有犯病了！好，你小子是孙猴子，找东海龙王给我弄1万颗龙珠去。你不是地球人呐！行了，你少废话，赶紧走位去。还有这个鞋，这哪是皇帝穿的？来，还有这个头发，行了，这也不是古人的。哟，叶先生，请，好，大家动作都快点，开始拍了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好，有，就这样，继续。这个打得不错，好。喂，你来真格的？对不起，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别停，不要停，继续。这么好，继续打，就这样啊。来。阴僧，你敢打朕，朕现在就杀了你！呀！别打了，老师！我错了！别打了！救救我呀！阴僧，老师，我错了！杀了你！老师，真是神经病，疯子！停！停！别打了，上这个话对不起，您别生气了。住手！听见了吗？啊！一会儿，你真的疯了啊？不知道这样用剑会砍死人？啊！导演，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？也敢称为剑？你一个替身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皇帝用的剑，是铸剑师的心血积淀，坚韧锋利，黑檀木柄鞘。剑柄呢，是用棉蜡绳缠绕，有夔龙与赤虎相交辉映，无论内在还是外在，无处不显露皇者之气概。你是来干活的，还是来考证历史的？天哪，我怎么会碰到你这么一个主？还想不想干了？不想干，立马给我滚！如果他能做到的话，我一定会给他的。但是他没有做到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就是。爸，
叶波，跟我来。那位老者是谁？你是说他吗？他是叶波的父亲。那个人可不是一般人，龙行虎步，不怒自威。哎，他是皇帝吗？皇帝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什么皇帝？啊，也对。不过你说的也是，他是一个跨国集团的老总，所以也算是皇帝。哦，那他真是皇帝。他是哪个朝代的？圣号是什么？我说你这个人真是的，要不然别人说你是神经病呢。我看你啊，真是个奇葩。哼，你这个畜生，不肯回家，原来躲在女人裤裆下面吃软饭。爸，我觉得芬妮她挺好。芬妮好？哼，她好得很。爸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好吗？怎么不服气啊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能对自己负责，爸。吃喝玩乐，你是一把好手。你要能对自己负责，会搞出这种荒唐事情来吗？他大名叫叶佩，白手起家，做国际古玩生意，后来生意扩张，涉及房地产、药业等。叶氏集团在美国上市，在国际上也赫赫有名，所有人都对他特别敬仰，也特别畏惧。表面上看，家里面风平浪静、和和睦睦，其实这些继承人们斗的是你死我活。你说的也对，在他的王国，他跟皇帝也差不多。太正常了。叶波的父亲，你为什么不去见他？你了解他吗？他什么背景啊？不知道啊。他什么大学毕业的？父母亲干什么的？你都清楚吗？哎呀，爸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处得好就可以了。哼，每一个人交往都要了解清楚，以免被人家利用。知道了，爸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你长点记性啊。是，爸，你慢点啊。再见，爸。老白啊，你的咳嗽还没见好。哎，老毛病了。你的肺啊，都在古董里面熏坏了。哎，没法子呀。这些年古墓里的阴寒之气一直在体内，而我又无法抵抗这些阴寒之气，所以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呐，这肺都有问题啊。
叶先生，这就是我说的那把剑。这把剑呢，是用折叠花纹钢打造成的剑刃。虽然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，但仍然是坚韧锋利。它的剑鞘和剑柄是用棉蜡绳缠绕的。装具呢是夔龙与赤虎的图腾的组合，真是古朴优雅。这正是当年的帝王佩戴。有没有可能，这把剑是太宗皇帝的呢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，只是目前的学术界对太宗氏族呢还没有详尽的了解。我们呢只知道他在莲花山失踪了。这套龙袍有多少颗龙珠啊？整整有1万颗。根据我的分析啊，这些龙珠应该取自于东海。东海龙珠？对，也叫做珍珠。但从古书里的记载啊，它确实叫东海龙珠。哎，老白，这本古籍研究的如何呀？这本书的纸张啊，很奇特，像是用一种渔网来制作而成的。它既坚韧又不失柔软。你看，虽然过了1000多年了，但上面的文字呢，还是那么的清晰。这些文字看起来像汉字，却又不是。我初步确定的是南北朝的。它应该是汉族和鲜卑族的一种混合的文字，里面既有鲜卑文的，也有汉字。这些文物确定是南北朝的？没错，我是用碳14研究法去测定的，这种测定的精确度为100%。哎，老白，你看这2个字是不是李欢呢？对，是李欢。这应该是个人名吧？李欢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谢谢。大哥，怎么样？拍完了吗？这东西真神奇啊！不但可以录音，还可以看到人影。哎，字怎么打上去的？哎呀，翻滚吧，牛宝宝！大哥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一个来自星星的他，这玩意儿是个地球人都会用。喏，这妆画的啊，谁干的？导演呢？我揍他去！哎，你这样找导演的话，导演不给我发工资怎么办？哼，大哥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怎么着，这部戏也是我们家投的，爷爷我也算是出品人之一。
灭他，秒秒钟。在剧组不是导演最大吗？大哥，你都这样了，一会儿啊，我叫剧组给你加薪啊。谢谢兄弟了，改天我请你喝酒。好啊。今天啊，我得早点回去，因为我老婆过生日。哎呦，大哥呀大哥，大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，让你这么牵挂？改天我一定带你见见她。好啊。哎，大哥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走吧。刘强，我让你安排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办好了，在酒店给您准备了豪华的套房，然后呢，2个人烛光晚餐，生日快乐祝福歌。好，谢谢你。客气了，这点事。